係2027年，唔係2020年1月18號，我哋準備跑全馬啦。嚟啦，耶！再難嘅事，就算傷到吉下，我都係完成到嘅。要繼續跑啦。係，咦，拍緊啦！係天光啦，我哋而家昂船洲大橋。係啦，繼續嚟啦。7點14分，昂船洲大橋，我哋而家上斜啦。平時我哋係跑橋底，昂船洲大橋橋底，依家就喺橋面啦。日出啦，睇下面個鹹蛋黃。唔見咗添，頭先見到個鹹蛋黃，陣間再影。跟住大佬跑。7點23分，昂船洲大橋橋中。10K 咯。Good man。7點34分，依家開始進入南灣隧道。耶！ 18K 第一條蕉。8點09分，汀九橋 return， 仲係揸住蕉皮，仲跑。8點27分，依家準備入長青隧道，已經跑咗22K， 入長青隧道啦。就喺呢個位，我估大概係5至6年前到，我第一次跑全馬，就係嚟到呢個位，跟住葵涌定葵興呢個位。嗰陣時我係應該都係好似而家咁25定26K， 跟住就開始出事。膝頭痛，跟住腳會痛，就要每跑一跑就要喺側跟呢度停一停，拉一拉。每次跑到呢個位，甚至乎係搭車搭呢個位，我就會諗返起當日第一次跑全馬嘅呢個影像。第一次跑全馬雖然傷到咁，但係都有完成到。之後就會同自己講，再難嘅事，就算傷到吉下，我都係完成到嘅。要繼續跑啦。9點26分，33K， 依家準備打大佬入西隧啦。You got this。
前面嘅路唔會難到你嘅。時間係3小時21分41秒。比之前 PB 慢咗2分鐘，3個鐘頭58完成。Congratulations to all winners！感謝咁多位，咁請望先生咧係繼續留步嘅。為2026年繼續咧，我哋頒發馬拉松挑戰打造個新開始。咁請男子、女子。今年都可以10個。